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啊，我同大家来分享，又好搞又好料，韩国又做会带到几片，韩国非常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大家做第一前一步嘅花莲，因为体统嘅关系，故所下一步嘅可能当少人要去花莲来聊聊，啊，唔过鼓励大家还是要去花莲行聊聊嘅，因为嘅台湾嘅后花园係一個東江，當有文化嘅所在。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有請到對花蓮鳳林來嘅來賓來同大家來分享，佢係乜嘢呢？佢就係雅卡咖啡堂嘅頭家李家俊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花莲凤林的李家俊，那现在就是土生土长的凤林人，那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客家电视台参与这个节目，谢谢大家。好分享哇，很懂后上很年轻的家俊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家俊剛剛講大家好，所以是媽媽係對新竹搬到鳳林，對不對？媽媽是新竹峨眉，然後她是說她被騙到鳳林來，嫁到鳳林來。嫁到鳳林來，所以媽媽係行人講一啲啲咧，聽一啲啲咧客家話，聽得到一點點，一點點，還沒有學。但是就像 Andy 一開始頭前我在開場跟大家分享的。雖然呀，它可能因為體統花蓮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影響，但是呢，要跟大家分享，今天家俊會同大家來分享嘅，就是在花蓮可以玩、可以吃、還可以住的一個地方，就係雅布卡。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咖啡堂它的咖啡店，上面去 Google， 現在很多人都會 Google， 一 Google 看到嘅相片，那個非常吸引人照片，就是一筆擂茶。這麼傳統，但其實不是那麼傳統哦。家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們擂茶拿鐵咖啡的話，就是因為媽媽是客家人，那自己的家人都很喜歡喝咖啡，那我們就自己開始着手做這個自家烘焙的咖啡。對，那想說在咖啡的同時，也想要帶入一點這個客家人的元素，所以就把我們的咖啡加入這個客家的這個擂茶。好衝突哦！我現在看到照片是那個擂擺，我們講擂缽裡面還有拉花，想說在很酷。傳統的這個擂缽裡面也要做一點這個現代的視覺藝術。對，但是你哪裡找來這麼小的擂缽？好可愛哦！這是我們自己定制的。哇！對，所以我們在店裡只要喝擂茶拿鐵咖啡，就是用擂缽喝，不管熱的冷的。冰的話，我們是用一般冰的玻璃杯，就是用3層的這個方式去呈現。對哦，就是剛剛我們有看到，就是底下中間3個有分層不一樣的顏色。對對。其實這個就有一點點像你在這個全國全世界連鎖的這個咖啡廳，它也有一個抹茶拿鐵、抹茶咖啡拿鐵。對對。但是變一下就變做客家的擂茶咖啡拿鐵這樣子的方法，對不對？就是因為抹茶本身是日本的東西嘛，那我們客家人有我們很有文化的茶，那我覺得其實它也不會輸給這個日本的抹茶，那我們就嘗試把這個東西做成我們家的招牌。哦，所以客人的反應應該沒有在其他地方喝過吧？我自己沒有喝過啦，然後很多人都是就是想要來這邊嘗試這個客家文化，然後同時喝一杯咖啡，對，就來體驗看看。但是鳳林，因為像我們西邊的客家莊好了，像苗栗啦，像苗栗三義就是老街的地方，或者是像最有名的當然就是新竹北埔這個地方出來的，像很多客家莊可能都會有這種擂茶的飲食文化，或者是小店在裡面，在花蓮有常見嗎？擂茶這件事情，花蓮好像比較少，要到花蓮在以南靠富里的地方哦，快到台東那邊。對對對。哦。但是鳳林的話，就是因為媽媽的關係，媽媽也是北埔峨眉嘛，那我們就想說，那就其實我們鳳林有69%的客家人，對，就是結合一點鳳林的元素，那我們是加入赤五家。赤五家，對，赤五家，那個算是一種野菜，對不對？它算可以拿來，大部分看到都是變成中藥的樣子，已經是乾的了。哦，所以它赤五家是用什麼方式加入你們的？我們就是把它曬乾，然後就是
我们现场也有体验擂茶的活动，也是可以体验，也是可以体验用这么可爱的雷波吗？那这个是直接呈现用点的来喝，然后我们体验当然是要用大波。所以你们的擂茶还加了刺五加，加了刺五加，好难想象哦。因为其实应该说擂茶基本来就会算是一种养生的茶饮。对，不管干嘛盖度州的，甚至在马来西亚他们都喝咸的。对，所以我们想要怎么喝，其实就可以用自己的配料。所以你们的特殊配料就是加了刺五加。凤林的话，我们是用刺五加来做代表，所以跟人家有一点区别。那其他的呢？像比如说我们一般可能会标准配备，可能就是一些花生、芝麻茶这样子。我们凤林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凤林的9号花生，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拿出来的4种配料是菜脯。然后你们也是咸的吗？我们也可以做咸的，也可以做咸的，然后还有凤林的花生啊，四季豆去切断，然后还有芝麻，对，好棒哦！所以有做的生，没做的零，可以喝也可以吃，对，可甜可咸。哇，所以就从嘉俊给勇给去家给专业吧，想要开一间咖啡厅，然后慢慢给客家文化把它结合在一起，又度后风铃又暗都汉饮，就是把这个客庄的文化呈现都给点没度红。不过其实你们家一开始不是做咖啡厅，本来其实是民宿。而且这个民宿很特别，它本来是烟楼。凤林也有很多烟楼，对不对？对，因为凤林在早期爷爷奶奶搬过来之前，我们就这里有日本殖民的时期嘛。那时候爷爷奶奶搬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就是主业就是种烟叶的。对，那以前种烟叶的其实是真的非常苦的事情，就是种了好大一片，然后好不容易采收，要全部交给政府这样子。对，那之后日本殖民结束之后啊，台湾光复，那我们台湾政府就不收烟叶了，那我们就转型把这个烘干烟叶这个烟楼改成民宿。因为刚刚坤豆天师头前有这个相片有秀出来给大家看，民宿上面是有一个加凸起来的那个空间，对，那个空间就是烘干烟草的地方。对，我们称之为这叫做大阪式的烟楼，它就是1、2楼，然后我们1楼烧，2楼挂烟叶。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能够保留下来，这应该有多少年的历史？我们初估是至少没有很久，大概应该有30、40年吧。也够久了，对，所以像这样子把它保留下来，还把它改成民宿。那我们去外地，就我所知，凤林有懂跟烟柳可能都已经荒废了，或者是没有再去管理它。对，就是或者是很像围楼旁边会有黄色那个禁止进入的那个围起来。对，但是你们就是想说要把这个阿公阿婆那时候的记忆保留下来。对，因为其实拥有烟楼的人都是。到现在都很年长了，可能甚至都超过100岁。那如果自己的小孩没有回来传承的话，其实他就会变成有点像是废墟，有点可惜。那因为妈妈是客家人的关系，她就是惜物爱物的精神，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然后传承给我们这样。好棒哦！所以中间是用烟楼来经营民宿的。对，哇塞！能够睡在烟楼里，那个感觉很酷哎。对，但大家都很担心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抽烟哦，所以不要安排我们住烟楼房。烟楼房，但其实不是那个意思。对，是黑有给清传统，他之前的一些日文的故事、善亚被故事都抵度，而且这间民宿的名字也很特别，叫芳草古树。对。好像要讲吟一首诗一样的感觉，但这个名字是跟你们家有关系的。对，芳草古树的话，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家有一棵100年老樟树，那它已经列管了。好客家哦，樟树就很懂客家。它现在已经200、300岁了，哇，非常大棵，真的是老树哎，古树。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爸爸叫李方树，那我们园区的话也有千坪草皮，哇，所以就把它命名叫做芳草古树，好棒哦！所以一开始是爸爸妈妈那一代就开始经营民宿了，对，然后从你开始渐渐的把它变成咖啡厅。就是民宿一样还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就是再多做了一个咖啡厅，对。这样不会太忙吗？就是民宿应该已经蛮不容易在经营的。
就是要分工合作，我们要找到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对。但是像咖啡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也非常多人自己都有开咖啡厅，但是当然大家有不同的方式，有一些可能固定跟自己信赖的烘豆的厂商来配合。但是那像嘉俊你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我自己的话，烘焙咖啡的经验已经大概10年了。所以你也是自己烘咖啡？对，我们都自己烘焙咖啡豆。哇，这样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从烘豆也都自己处理。对。你们家人是喜欢喝咖啡的吗？我阿公阿嬷还在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要来1到2杯的咖啡，我吓一跳，我想说有那么好喝吗？阿公阿嬷不会晚上睡不甜吗？不会睡不着吗？他们说没喝睡不着，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在日本殖民的时候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其实没有是晚期咖啡开始流行之后，他们觉得喝咖啡好像跟艺术可以扯上关系，觉得自己有一种人文气息 up 的感觉，升级的感觉。所以阿公阿婆没懂好喝咖啡。对。所以你之前也有就是想要泡给他们喝。我就是因为想要泡给他们喝，然后才开始自己烘焙咖啡这件事情。哇，原来是按呢。古时候你看伊咧按后上的家尊转到花莲去家嘅故乡。可以一间咖啡店，韩国有继续延续去甲富卡家庭的故事。其实像花莲啊，有当到像按用嘅环境，按用嘅传统，按用嘅旅游嘅景点，等大家去发现哦。故事还有当到内容，会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分享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宇权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對花蓮鳳林來的到後上的家尊，我來同大家分享加布卡嘅，唔單槍有民宿，現在也你們算第3代，也煙業第1代，對，民宿第2代，然後第3代開始兼民宿跟咖啡廳，對，而且七家妹有去日本去進修，有學習這個咖啡的技術。今日也妹特別帶來就是有咖啡啊。然後有一些工具啊，來到節目當中，現在就要來沖咖啡嘍，對不對？那我就開始。剛剛已經磨豆磨完了，對，已經磨完了。然後這個是你們家自己的豆子，就是我們家自己的配方豆。配方豆。好，我們來就是春茗。春茗，春天的鳴叫聲。對，春茗。就是想說取一個比較有意象，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這支豆子是想要呈現什麼樣的風味。太香了吧！剛磨完，按用大口來，應該就批豆嘅米絲，咖啡的米絲。我想問嘉俊，這種就是已經有去進修過的咖啡師哦，你沖咖啡你有什麼特別的規矩或者是技法嗎？其實我覺得咖啡是這樣子，你只要喝了喜歡，然後喝了你舒服，然後你覺得這咖啡有對你的胃口就可以了，沒有一定的答案。對，真是太好了，因為頭白就同你講，你現在要澆上去燜蒸，然後等30秒，然後就開始拿那個手錶算30秒，對，然後好倒進去之後要繞圈圈哦，因為有人要繞圈圈，有人又說不要繞圈圈，對，就是會有很多種。因為我們其實，在沖咖啡的過程中，都會有很多客人啊，或者是剛入門的夥伴，他們都覺得咖啡不是應該要怎麼樣嘛？對。其實喝咖啡就像玩遊戲一樣嘛，我們是享受這個過程，不要給他太多壓力，只要最後喝到的咖啡自己是覺得舒服的，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對或錯的問題。這樣子就覺得輕鬆許多。對，但是你還是有用就是磅秤在計算這個水量，對不對？對，就是我希望它的每一次沖出來的味道不要差異太多。那最主要是水粉比要一樣，我們就是例如我今天是20克的豆子，我的水粉比是1:15，我就希望呈現300的水粉比這樣子。
哦，所以是希望一些基准的条件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样冲就跟各啥去嘎给自己的习惯嘛。对，对，因为就是轻松，我们就是轻松享受这一杯咖啡就可以了。没错，就是现在这个过程，在冲咖啡的时候，那个咖啡的香气、甜甜给蒸汽这样子冲上来，然后现在应该让糖低度全部就会熊熊给米西。刚刚嘉俊有提到配方豆这件事情，今日节目当中给复习偏离点，就要请嘉俊来跟大家分享很多有什么配方豆啊，不是配方豆的是什么豆？配方豆跟它有相对的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一般就叫做单品豆，单品豆就是单一产区的豆子。那所谓现在配方豆流行的话，是因为我们每一家店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现在有的这几支豆子去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风味？比如说，我这样打个比方，嘉俊听听看，对不对？对。我用苗栗3湾的红茶，对，搭配苗栗头份的绿茶，加起来变成我的配方茶。没错，是这个概念吗？就是属于你独一无二，别人做不出来的味道。哦，所以像你的这一支是春茗，它也是配方豆，它也是配方豆。哦，那它是用什么配的？这是可以讲的吗？还是其实是秘方？可以，完全可以。可以讲，就讲了，我们也做不出来，对不对？不会，我是用了哥斯达黎加，主要都是进口的豆子，哥斯达黎加、非洲，然后还有这个中南美洲的3支豆子去做拼凑。那比例的话，这里就不方便透露。透露了你也考不出来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化学变化啦，对不对？所以你是通常在做这种配方豆，尤其是要找自己喜欢的配方的时候，你要去试很多种的豆子，然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某几个味道，再把它凑在一起嘛。对，就是你每一只豆子都要先单独了解它，然后因为1+1不会等于2，你要想办法让它大于2。就是所以你要让他们就是可能这个东西它很强烈，然后这个东西它比较温柔一点，可能搭在一起会比较舒服。但如果强烈加强烈搭起来，可能就会重点是谁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所以亚美黑一门动态也红门哦，所以现在咖啡是已经泡好了，对不对？哦，好期待哦！要到师姐青色哈来淋一笔咖啡。好，那我就在这里最后加30ml的水。哦，所以嘉俊的习惯是还会再稍微加一点水。对，我们把最好的都萃取了，然后剩下的我们用水去增加它的这个厚薄度，有一些细小的分子、香气分子，我们才喝得到。好专业哦！我现在觉得很享受。你在店里面也是这样子吗？对，我先倒一点点。好，温度才不会太高，比较可以享受到它的风味。有点遥远。好，谢谢。谢谢。哇，所以像这样子的一杯，闻一下哦，我知道它为什么叫春茗了。因为刚刚在冲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靠近，某批都按清楚，不够压它按用，拿一笔出来按用批，闻得到花香味耶。花香味是因为花香味才叫春茗吗？它有花香，那有时候还会带一点水果，像这一次我觉得我做出来春茗还带一点草莓跟葡萄的风味。有草莓，可是。这个，因为它完全就是用田野跟红色本给编发出来，因为其实咖啡它本身就是水果的种子嘛，对，所以它在烘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味道出现，这个是你可以控制的吗？这个其实不能完全控制，但是你可以在后置处理中的时候去加强这个味道，就是例如水洗啊或日晒啊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找寻属于自己店里的配方豆，然后这个是春茗系列，那它喝起来是比较浅焙，没有这么深，大概是中焙再浅一点点。它就是没有像传统我们喝到的咖啡暗腹这样子，比较厚实一点。对，那我很好奇，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像喝浅焙咖啡是可能压后上瘾会更涩更酸，会比较喜欢喝偏酸的口味。从哪个银行你的客人他们喜欢喝偏酸的还是偏苦的，还是说年龄层有一个分布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家的客群大概还是喜欢喝比较厚实的为主，就是比较终身陪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常态性出的话是用春茗，就是我让大家去可以接触到浅焙的一点点，但是好像又不会马上跳到浅焙那么多。哦，所以它是定位在有点中浅焙，对，中浅焙有一点点可以感受到花香啊、果香的味道，但是又不会太酸，就是让你可以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去接近浅焙试试看的感觉。哦，但是用引导的方式。对，但是如果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喝比较浓郁的咖啡的话，你们也有另外一支的配方豆叫做这名字太特别了，叫 Hinoki 耶。对，它就真的有檜木的味道吗？它不是有檜木的味道，我误会了。对，因为其实檜木是在日本殖民的时候，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发现的。那因为檜木它就是有非常浓郁的香气，然后并且有非常丰富的油脂，那在就是燃烧的过程中也不会有大量的就是那种烟，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厚实，然后有带一点烟熏巧克力的口感。然后只是把它取 Hinoki 的这个名字，对，又可以结合在地的文化的感觉。我现在从那个咖啡的袋子。就批到就是确实是比较深焙的味道，然后有奶油的香味的感觉，对，奶油坚果这个调性。哇，你很厉害，你还想到就是跟那个 Hinoki 就是花莲的这个很重要的来做结合，很棒，很有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应该也跟你去日本进修有一点点关系吧。在日本学习咖啡，你觉得学习到最珍贵，或者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因为其实日本的咖啡文化起得比台湾还要早，所以我一直很想了解说，他们对咖啡这件事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直到那里之后，我发现其实咖啡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一个享受下午茶的午后，而是享受这杯咖啡跟咖啡与业主之间的这个过程。对，所以是有点像是他的客人会去跟咖啡店的老板有就是互动啊，或许不用互动，他只要我今天也有来，我明天也会来，我下礼拜还会再来，然后就是他们已经达到彼此一个默契，来了我们什么话都不用说，但我都知道他们要喝什么，要吃什么。感觉好像在卡通里面看到的情节。对，确实就是真的这样子。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你自己也有在日本当咖啡师，对不对？对，我前后在日本大概待了2年，然后咖啡的经验大概是1年左右。当咖啡师的经验，那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当咖啡师啊？我有在北海道的新野度假村跟福冈的一间比较大型的咖啡店。北海道感觉可以滑雪，边滑雪边喝咖啡。真的吗？对，真的。我就在雪季的时候在那里冲咖啡的。好酷哦！那应该是一个很漂亮、很浪漫、很独特的经验吧？就是那时候的心事好像没那么想认真学咖啡，想先学滑雪，但还是有认真学到咖啡。对，因为按音很好哦，转到法典风林可以见咖啡店，漳州的按好食品质按好，韩國要做得有趣家嘅風格咯。故上還有當當內容會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到節目當中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周永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後生嘅客家後生嘅，我轉到自家嘅故鄉花蓮鳳林。也開始經營咖啡店，不過加布卡其實唔單止咖啡店以外，還有民宿。剛剛講的還有餐廳，是不是？剛剛廣告時間突然聊到主業其實是餐廳啊。對，我們家現在最主要的服務項目是以餐廳為主，客家菜。所以就是媽媽嗎？媽媽在經營。現在都是我跟我弟弟全部接手了。所以你弟弟沒賺到不卡都沒有出去外面。
有，我们都是分别到，像我到日本，他是到台北的嘉禾屋啊，然后还有一些高级的日本料理之类的。然后就最后就决定回乡，因为我觉得你们都还很年轻，就这么快就决定要返乡了。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讲好我们要回来了，只是什么时候回来而已。就是可能有先去外面学习啊，看看不同的世界，然后其实很早以前就决定要回到家里。对，因为爸爸妈妈很会打悲情牌，就是很希望你们可以回来继续接。对，因为在花莲，其实他们在开业的时候，那时候花莲还不盛行观光，都只能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盛行观光，就是30年前开的。对。但是现在前一阵子在地震之前是非常非常的热门。就是还可以生活，他们已经把这个产业做得很稳定了，然后我们回来经营接手这样子。环境也很漂亮啊，好可爱哦，还有一只小猫咪。这是我们的咖啡厅啊，很美。所以这个整个园区里面，因为园区其实应该听起来是很大的，就有民宿、有餐厅、有咖啡厅，有很多个不同的空间，然后提供不同的服务。那我们再回到咖啡厅好了，非常多可以聊。咖啡店底度除了有后色类咖啡因为还有甜点，而且不仅你自己回来，还把老婆带回来了。老婆应该不是花莲人吧？对，她是新北人。哦，然后就跟你一起来到花莲枫林来。对，现在就是变成半个客家人，然后现在就回来负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咖啡厅叫做老宿舍咖啡，因为我们在我们家的老樟树底下。对。然后现在他就是担任我们老宿舍的店长，然后同时是甜点师，也是咖啡师。他本来也是这个专业吗？也是交往之后被我影响，然后就台北也学了快3年的咖啡跟甜点。对，好棒哦！就这样子，大家真都去家嘅，不对，真都漏工哎，回到先生的家乡里面，然后一起开这间餐厅，一起打拼。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家的甜点好了，既然是老婆的手艺，一定要上节目分享一下的。最主要的话，现在大家啦，因为我每道甜点我都觉得蛮好吃。那当然，你不能说不好吃，会回家会被揍。那客人的话，好像都喜欢我们的肉桂卷。那我们肉桂卷就是朴实无华，不会有太多的酱，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偏很好拍，就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们就是要吃下去你才知道它很美味。我已经在吞口水，那个胸片空一了，就是很诱人啊。其实肉桂卷它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它确实就像你说，它很朴实，它的东西很简单。对。但是只要你用好的东西做出来，它就会很好吃。对。哦，原来如此，所以用自己做的肉桂卷，然后材料听说那个给了，因为做甜点其实蛋很重要，有时候蛋的腥味很重的话，那个甜点的味道整个会受影响，你就可能要加很多的像是什么香草精，可能会有一些香料需要压过它的蛋腥味。你们家的蛋是？我们家自己为了做甜点养了一大堆鸡，是为了做甜点才养鸡哦。对，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之前不是有蛋的危机嘛？哦，有蛋荒，今年年初的时候，对，我们就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因为我们家的菜也有像客家最有名客家菜脯蛋，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入菜，然后同时也可以做甜点，一举两得，就自给自足这样子。很棒哎，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一个园区，然后不看饮全部都用它经营的感觉。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东东营养它就是想要有一个心灵的疗愈，会去咖啡店，然后这些咖啡店就会有主打宠物咖啡、猫咖啡、狗咖啡。你们家也算是另外一种宠物咖啡，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定义成宠物友善咖啡厅，对不对？我们家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可能我们环境也还算蛮舒服的，然后大家会觉得我们是一群有爱心的人，所以都会莫名其妙跑出一些小狗小猫。你说宠物觉得，不是宠物就是狗狗啊、猫猫觉得，这家人可以了，很善良哦。故说泰嘎就是很黑嘛，就泰嘎就来呀，就跑进来，然后就有东西好吃这样子，然后也就这样子，然后变成我们家的伙伴，我们的一员这样。哦，好可爱哦！这2只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右边的话叫做 Tomo， 他已经快15岁了，那这只
是领养的。那这只是我们咖啡厅的店长，他叫边境牧羊犬，也是领养的。它也是领养的。哦，好可爱哦！这一只嘞？这只叫小乖，也是就是自己跑来的，现在也13岁。这只是它叫蝙蝠侠，我们叫阿福，也都12岁了。好可爱，这也是自己跑来的吗？它是我们家的浪浪，叫庞芬生的小孩。对，然后现在就我们在养。你们家好可爱，你们家到底有几只动物啊？就是自己养的，加上跑来的。现在狗的话有4只。然后全部都是领养4只，然后猫咪的话也有4只，也是全部都是领养的。但是他们都是有一点像是缘分啊，或者是自己来找你们，并不是特意想要打造说我是宠物咖啡，所以我才去养了很多的宠物。没有，我们家没有任何一只是我们自己花钱去购买，全部都是领养的。故事你有没有很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领养代替购买？对于毛孩的这一块，对啊，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不仅是自己本身，大家也要求，就是你觉得很可爱，其实很可爱的事情很多。既然如果是有生命，讲到生命这一块的话。既然你选择了，你就要负责到最后。对啊，所以现在园区有非常多的狗狗、猫猫，每周得去撸狗啊、撸猫啊，全部都走的。因为现在就是觉得撸小动物，就是会有一种心灵上面的疗愈的感觉，是不是？因为你刚刚有讲到，现在这些狗狗、猫猫们也边走你都给伙伴的感觉，有没有一些客人跟小动物们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曾经有一个大概应该国小吧，小朋友妈妈带着他来，然后他就遇到 BC 嘛，我们的边境牧羊犬，然后他就在这里住了3天2夜，就是来民宿玩的客人。对，然后他的行程就是从早到晚都在咖啡厅里面跟 BC 聊天，没有要去观光旅游就是了，他哪里都不去，然后就这样子年复一年。那小孩现在已经高中了，他每年都会来。然后1年会来1到2次，那只有今年因为遇到疫情，这2年遇到地震跟疫情，所以就没有来。那不然他是每年都会跟妈妈一起来看 BC，对，很可爱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大家也是喜欢这个狗狗猫猫们也是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愿意留下来。然后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T同亚 Ken 事情，太敢可能想讲啊 T同可能当然这个事件发生过了一阵子，对你们的影响到现在，就你们自己在花莲来讲，影响还是很大，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苏花的这个交通的关系，让大家会却步，因为我觉得还保在一个没有很稳定的状态下。当然，我觉得安全是第一。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来的话，那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就推出一些我们餐厅的冷冻真空包啊，然后咖啡豆啊，就是即使在家也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美味的客家菜。所以现在就是还是持续推出像这样子的。对，因为完全都没有游客，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游客。跟大家举例一下好了，过去的盛况，非常多游客的状态。基本上如果以像这一次发生的话是在清明节嘛，清明节的话以花莲的订房率应该都会到9成或9.5%。那这一次清明节发生完就是不是1成是0，然后端午节的话有到2成。端午节照理来说也都要爆满的，整个花莲啊，不是我们家。对，那现在都完全没有客人。但是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花莲就是台湾的后花园。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去花莲，你都会享受非常多的山啊、海呀、漂亮的风景啊。媒体想太嘎，现在就是已经状况慢慢的变好了，可以去行聊聊，因为还会有懂得东江的素材。就像我就没有去过嘉俊在枫林的要到素材，枫林咩黑矮黑沟东片那哈嘎中很漂亮，我觉得它的街道就是讲的日治时代，所以非常非常的整齐。对，然后有看到，即使是那个我说被拉了封锁线的烟楼，我都觉得它很漂亮，有故事感。对，更何况是嘉俊雅布卡这么久阿公给我们时间保留下来的烟楼，所以分享太嘎有限的时间，都走得去花莲行聊聊，去花莲走走，有没有？对，花莲现在很好了。对呀，而且也要多多支持他们，多多支持，你们也要继续撑下去。我们会撑下去的，加油！因为非常多去嘉俊那边啊，你走得吃，走得撩，走得啉咖啡，走得吃甜
点点，还可以撸狗撸猫，身心灵的疗愈。好啦，今天谢谢嘉俊对法典雷都特别的留养，谢谢你跟大家分享。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一下，共下嚟做运动哦。节目好看冇啊？好看福喜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